来越年轻。没错，不像之前都会在那个哪里遇到。条通，看到好几个弟弟妹妹参加选秀都在那边混。对啊，感觉这就比较天真一点，不会去那边想说事情。也不会啦，就有故事才有音乐啊。哦，没错。先问一下老师，上次在那边喝多少酒？哦，上次我们上次在一中最花多少钱啊？我们那天喝超大，6万。我靠，没印象了吗？我没印象啊。谁刷的还记得吗？谁？不是我吧？哦，他刷一个大，他直接真的不好意思，他直接什么都不管，他就说他要出，谁都理不你为什么会想来 Supersonic？ 我想让更多人听到。准备好就开始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就好，我们来就好。刚有声音。哎，是不是没开机？真尴尬。没那么扯，哇，这是表演系。哦，抽烟。我处理一下。要等多久？那我们抽烟吧。好。不要气，不要气。慢慢来啊。第一名，你北七第一名。我改盘。哎，行车。要酸冰，我。牛肉面。这什么路啊？我爱上班啊，上街赶快，规工爱用。像甲你同款，逐工上班。害命。啥物？你讲酸冰哦？无酸冰。哎呀冰，酸冰，酸呀冰，酸呀冰。这无酸呀味啊！汤食搁咸。怪怪。放歌啊？啊？唱啥？比赛歌。我。即马才一开始用尔。迄就无要紧嘞。啊，有还袂写好啊。紧嘞，紧嘞，调看卖。5分钟是偌久啦哈？紧换衫啦！去啊，卖我转啊啦，紧来准备啦！我个小家子啦，哈！你去！开始干咩？较紧诶！好啦，你卖迄个苦念好无？问咱乖妹对啦吼。走一队算啊！啊。
想通未？现在咱做伙谈啊，莫个顾你在做工啊使啊，那甲我讲无效，啊无交上讲，阿伯也袂同意啊。啊你唔接班，伊个当强偌久？哎，孙哥，哎，干嘛啊？喝酒啊？啊，你先喝啦，吼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我先喝。哎，等下进来啊。好，你讲啊。多喝一点啦。好啦。我就袂见趁伊迄钱咩？袂瘾趁哦，啊袂瘾趁别人要趁的，到时要食啥？甲你讲啦，这个世间哦，就两款人，一款是苦咧替人停酒，啊另外一款呢，另外一款是翘脚咧啉酒。甲你想好清楚哦。我也无啉酒啊。你搁算我甲你手机割掉，我甲你讲。啊啥？来，楼下，紧去啊！来，较紧诶！欢迎各位来到蓝色假期娱乐 DJ 小兰帮我撞了 B。是啊！欢迎来啊！这个欢喜啊！好啦！来打！开始高考，这边吃。加个来。进来。哥哥 ，Hello， 陪我们玩一下。走嘛，你们这里好无聊哦。像啊，在创啥？他伊敢是 DJ 讲想要听我的歌。啊 ？DJ？D 哥啊 ，DJ。就真的吼，我若无甲你配。小姐，你要信吗？等下就问你讲，哎呦，下班有闲无？啊，要去摩铁路休困一下无？食一粒饭啊？啊，真的吼，煞袂相信。你莫遐讲好无？真正有你头你。要一口喝才算哦，一口不能停哦，不能停。还有没有人要？来！我看你挺能喝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挑战个大的，来，出来啊！剪刀石，太少了吧？他很能喝哎，我酒没停，你就要全部塞进，全部掏出来啊！还蛮好听的，真的吗？我很喜欢。我很常在台北放歌，也认识很多音乐圈、乐团圈的。真的。你之后需要什么资源，直接赖我，帮你介绍。好，谢谢。你的歌很特别，你很特别。那你等一下要不要留下一起玩？
我都要讲啥？嗯。来吧，来啊 ！All right, all right, all right， 大家很嗨嘛！你的脚地教官已经上线了，不管你们带领着几楼，我要带领你们上101楼。 你看，你啥？超音速时代，歌唱节目，我有参加。哼，你要做歌星啊？无啦，不是 indie music。你什么会啊？到时阵你就知影，等你看。神经病病的。
烂比赛啦，迄拢分数比赛啊，音乐啊，什么节目啊？阮开车遮久，对无？分数比赛。笨兽比赛。啊无，我开一间歌厅互你，叫可可因来。你的 live house。好 ，live house。好呀，你有问我讲你哦，会晓更调哦，会晓白调。哎，不可哥，我真的从超久以前就在听你们的歌了，每一首我都会唱，真的。因为我本身是 MV 导演啊，我正在拍那个，哎，我直接放给你看好不好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有没有隐喻？你看很屌哎，这边像啊。哎，拍 MV 跟我讲，不收导演费，真的。你是看有无？你出歹呢。卡，真正是安那 model 啦、YouTuber 啦、网线啦、跳舞的啊。啊，咱男朋友是死倒。老朋友拢无咧做啊，娶某的娶某，生囝的生囝，谁能够去做音乐白痴哦？哇，笑啦 ，bro。卖个放啊！放你才笨死。好啦，莫安尼啦，今日送的，别喊惊啦。干你娘嘞！这零偌济臭屁到安尼哦！送的。等一下，我着笑的呢。喂。歹看啦。好哩，食好了，上面车像拍哩到鸡排到泰国的。卖遐起酒笑啦。看啥？无看过你袂遮累去哦。我就是安尼创作的啊。啥回音啊？写袂出款三性地。今仔全拢笨拙，我写会出来啦。你伫笨就敢写出来？爽。伊敢毋是迄超音速可以导出来？是翔啊，迄 book， 干就是伊哦。哟，谢谢虎豹哥带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，耶！一定是嫌我们场子不够热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只敢跳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可以吹来。我酒的。
多少？第二种。是哦。内行的哦。我有咧做音乐，哪一种？敢若伫网络放尔。你知影？我刚今日有听几百遍啊，大家拢甲我讲伊有外交，伊是谁？伊咧创啥的？听甲要臭中去啊！结果咧，等一我粪扫要互恁爸食啊！你知影逐工食粪扫是啥物感觉吗？来啊来啊，叫恁爸听啊来啊！不好意思。放伊种歌啥物结束，教互恁爸听你的歌，见笑啊！我的歌毋是为恁这种假歹的人准备的啦。安那写袂出歌，莫写啊！讲啥安那啊？真请也真有才调哦。带米俩啉好酒就已经真好命，我甲你讲，迄是你无才调，无才调就莫掠米买叫。头一个看人做强啊，搁伫遐大细声。你妹就是专门强你这款人啊安那？你信无？我老人互你摸了等台吧。干！喂，喂，你加来无啦？你有想要参加超音速时代无？我有报名。啊啦，王拍掉。你还有想要参加无啦？毋是开路啊吗？这节目每一个导师拢有传一个挑战者啦，我的扣带啷个互你啦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挑战者啊，甲外口迄挂人共款啦，逐工出一支喙拍空棍，死嗲定点啦，像你这种敖唱的哦，拢是去做报警的，一句话卖无啦。现在怎要互我？我介意你的歌，我想要大家听到你的音乐。搁一只，来，恁两人共党的吼。是啊，我找因开讲啦，恁两个贼仔呢？我是有欠这个钱的，啊，好也毋是叫我较笑的。你听看卖啊？送嘛去吃。听看卖啊啦！我甲恁讲，听咧。头前迄个挑战者行后壁问入来。干，你跟真正有安尼啊？哦，不可以我伤势着呢。伊就讲啥？挑战者互你做，这句话袂无啦。真的啊，袂啦！你袂无？莫乱讲啦。无啦，大家先行啊，还去买菜馆啊？行。买只去互我限制。哎，也是去杀着你啊！杀人！这可能吧？杀着你啦，杀着你啦！杀着你！哎，迄原本是有人的。但是不如讲，伊通换互我。演个改拢嘛安尼对无？无啦，迄本地都袂使安尼啊，那拜托诶，哪有遮好空着，那嘛骗笑。是感觉你亲像即摆安尼做兴趣就好啊。后摆用创空。无，小兰，你听我讲，我是感觉你一定爱去参加比赛。
你知影为啥？哪？你若是穿起来吼，咱蛤蟆就毋是惯强哦。啊，搁有牛排、鲍鱼，啊，搁有啥龙虾哦，夭寿，就参像咱这家是安尼共款啦，对无？哎，那穿起来就袂做项嘛。你就想要好高呢？就是咩？日头车摇摇，过水凉过性命啦！哥，你家己好无？哦，你这哪安尼讲话？啊，伯啊，你要啉凉的无？来来来来，你要啉啥？是有咧顾啊，无啦。我唔知啊。小看一个，大家真歹食的。你敢要去？行后壁门敢若无啥透动。无卖去啊。但是我想要知影，到底是我无够格，还是我欠一个机会？无小事，啥啥？好听就是好听。谢谢。我拢伫咧。你质量高。哦，布鲁克哦，不可啊！哦，看来啊，不可啊！好啦好啦。哦，怕无啦怕无啦，两站哦。买啊啦，我慢啊啦。哎呀，你个算啥？小马小好啦马小马吹落去，吹落去，吹落去嘛！冲冲冲冲冲冲，小马！袂歹哦，袂歹哦，袂歹哦！来来来，嗯，算钱啦。哦。来啦，都啉啦，哎。买啊啦，买啊啦。好意思呢。嗯。谁啊？谁啊？你的气。啊。紧啦。啊，你食袂？哎。哦。啊，念伊来去哈。啊，你是安那？啊，你拢无食饭噻？安尼3比8啦，啊。啊，妈妈好吃啦，好吃啦，好吃啦，好吃啦。嗯。啊，你身躯还有钱无？有啊。有啊。要多少钱？袂记。哎，啊，你要走啊？哎呀。啊，未唱歌呢。惊啊！哎啊，酒嘛搁有呢。哎，小马。啊，买啊买啊啦。啊，小马，你爱甲我来哦，啊，拜拜拜拜。哎，啊，你有钱无，瑞姐？谁啊？我看啥？唱歌啦，啉酒啦。南妹，南妹哦，哪里又无电啊啦？你迄种电池无啊？明仔载去买。我无听到你哦，我会困袂去啦。哦。
啊无你弹琴互我听啦。我，你这嘛无电脑？你真久无弹咧。好。一首就好。听山顶去困。喂，我想好啊。好啊，喂。那你就无了，干才行咋？哪有可能？迄是 book，伊绝对真厉害。啊，掉了，掉。陪得上。地烂的。哎，恁两个啊？你会不会做了？哎，是偶像啊！我不想讲，我不想讲。一样卖帮，一样卖贼，求求等一下，这边欢喜。开头去看完夜景之后，然后我就打炮了。打炮完之后，你知道他对我唱什么？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不要再离开。吃啦吃啦哈，都吃哈。哇，我怎么没有？哦，有礼物哦！哇，来。我也要。哎，先生，请问一下怎么称呼啊？谁呀？啦！哎，这样哈，哎。谁啊？来，拎一杯啦！来，喝。开车哦。负责啦，有原则，小责员呐。来，我喝。你喝哦。蓝色假期哦。哎，你怎么会来这边？不招来的。不招你来的。好了，哎，那你点个饮料哈。哎，你自己做。来了，给我。哇，这么好。哎，要不要喝？蛮好喝哎。不喜欢？哎呦，台妹哦，好台哎。那你干嘛不吃？怕台哦。你惹那。有汽水。你朋友是小南？对啊，你有听他的歌？很赞哦。他怎么会认识过我？啊？他
他怎么会认识布鲁克？超音速时代3的导师名额本来是我。你是做音乐的？我做吧台。哎，你是做什么的、啊？来做音乐。哎，我 MV 导演哎，下次要不要找我们？但我的歌只有在网络，不过我给你听。好啊，来。让我选。我家有温泉游泳，还有3温暖哦，还可以边听音乐的。等下去哦！哎呦，表演好不好看？球好不好？别讲了。圣杰啊。个人要休困。哎，等下再说，我钱我再交一半。你累了，多喝多一点而已。再来。喜不喜欢？对，全部都在里面了，全部都在里面。好，你不要赶快吗？阮做到1礼拜尔。为什么？是几摆啊？
嘛讲好啊？上班啊，好腰诶，剩一支啊？我袂晓了。水平我感觉食啊，是猪啊。嗯，好啦，食较济啦吼。即马哦，大家拢在开发，你这帮车若袂负责，就帮我帮啊。龙虾啊，外手，有啊，龙虾人。怎样？小魔王诶！恁这阵囡仔哦，我自细汉看较大，有几支毛我拢知啦。我大家拢叫我硬装诶，敢你上实在。你放心啦，你对我做哦，袂去甲你失礼着啦。哎呀，唔是有迄啥？你个人讲好了。好翕一个啦。昨暗去做一堆趴，看表演，看恁老师啦。规工跟他知影趴，唔好休困。等你食我这个血素，身体下了你就知啊啦。平常时哦，嘛莫一直啉啦，甲你讲过啊。阮这演的吼，就是啉酒啉甲规组害了了，就你无啉酒，身体上我身体上用啦，对啦。对。阿伯，我听讲，山卡以后要去酒店。顺啊要去啉骨头，嘛无咱的地带啦。要卖地哦，等我卖啊再去讲啊。来，我想，来，我来吗？来啊！来啊！听你啊，无咧听。谁在吧？你是不是都没喝？来了，来来喝一下。胃痛，来来，胃不行了，今天先喝这个肚子就会好。我帮你拎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欢喜嘛，帮他喝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来，这样好不好？ 1000太少，1000太少，再加。这样比较舒服啦。啊，再加一张，再加一张。哇，喝一个。啊，我今天不是。芦苇，来啦，不然。 Kiki，紧的。没有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换一批新的，好不好 ？Kiki，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当作咧拍 MV 啊？啉酒搁染雨，凭啥物因袂爽就避免，啊咱就袂使。小姐，你迄杯啉落就1万呢，1万呢，白痴白痴。啊，我惊甲钱避免啊。卡车。 喂，台北卡西诺，嗯，钱我出，
我无要去哦。去啦，喂，去啦，卖给有人出钱哦。我的意思是我真正你卖去。那我家己去。哎，我对你伤济啦。哎，好，我去啦。会唔敢吼？什么？顺啊讲，咱的地会再卖偌济啦？我正经甲你讲的哦，拢是我家己的想法啦。不过以后，你应该家己决定啊。哥哥，干来。喂，等者哦。大吧，第一只嘛好唔好？这叫 B to B 下趴。B to， 哎，姐姐，不存来。过来。但唔管伊讲啥，你家己想清楚。嗨。哎，蓝色假期。嗨。哦，你有的哦，哎，来，坐啦，这人来食，来，哎，这最好食的，爱食拢会使啊，吼，爱你个点吼。是弟弟。嗨，我很喜欢你的歌，每一首我都有听。哎，小兰。嗯。哎，哥哥你自己来。谢谢。这种头家生哥，小兰。毕竟你，你有想要红无？你有想要红无？这是写啥？唱片合约啊。布鲁克很看好你了，刚好公司也没有你这种路数的。现在创作歌手越来越少，网红越来越多。啊，那是我唔签，伊讲过会当参加迄超音速比赛。当然嘛会使，这跟超音速无关系啦。嘿啊，我对啊，表现会比较好哦，名次也会比较高。你这做公平哦。莫听后白讲啦，有签无签，这无照常行。啊，我也是感觉讲，你想要进步到一个坎站。拜托的，阿姨若是唱袂起来咧，啊，我们都会赔钱。签约成为公司艺人，用最好的设备录音，最顶尖的人可以合作专辑。谢谢。到时候再巡回演出，这样不是很好？咱来去点酒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们家嘛是会使点啊，爱啉酒直接啉就好啊。我等下再点一些。哎，别走了。这边有酒啊。所在，惊啥？耍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刚好唱袂起来？
我唔是安尼咧讲的。哎，那遮好康的，拜托的，那种因就是唱片公司要甲我签约尔，有啥物歹相信？怪怪啊！倒位怪？是安怎你要尴尬？咱就是无价值，咱有价值。这毋是咱所假的。这就是。会好啊，莫讲合约了，来讲紧个。好啊，啉煞，行啦。袂记。我帮你叫车。唔免，拍你咋？耍吧！他这样看袂更小吗？歹势。你感觉我更小？歹势，你朋友少啊？哎，你放啥？下班。车啊，我的车啊你。Everybody， 让我们欢迎小南的朋友，燃烧家庭的同仁们 ！Welcome to Taipei。布鲁克有一次在这边喝醉，我给他听我的音乐，他说他喜欢我的歌，很特别。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参加超音速时代3，谁会不想？小南也是。哎，来，不可，来，孩子们，来玩沙游戏，来，中间集合，中间集合。哎，小六。饮酒了啊！来啊！来，坐下。菜罐！不要严重，好了，没有你了，就要严重了，不可能了，卖手机，干，太狂了，不可卖手机，脸烧坏了呀！今天洗心讲话，这，卖手机啦，姐，哦，我叫你，姐，慢你啦，甲阿走了，冷静嘞，你对面有关啊？这是你爱的吗？是吗？还是你去啊？我知。这样唔是你啦。来走。来，给他摸上哦。哎，快点，走啦，紧嘞。啊，我也无嘴啊。你代志大条，你搞较清楚。所以布鲁克有跟你保证那个名额会是你？有，那时候其实都已经讲好，他后来才有突然变掉。我看吼，迄布鲁克应该是乌有去啊啦。迄超音速讲哦，你要去录影啦。是好，那你明仔载讲讲要录影。对啊，那安尼就卖去啊吧。
你啥无发现就甲我讲。瑞塔，评价。是吗？喂。 我若甲你讲，你敢会听？你已经做好个啊，你敢知？这下歹势。你对啊？这里啊，你要做啥？安尼啊？哎，歹势啊！无无。嘿啊！你听我讲，你先坐咧好无？你听我讲，你互伊一个人冷静一下，好无？系啊，你得互伊时间家己好啊消透嘛。你迄个料无路用啊。 我毋是才换几电池尔，莫来过。哎呀，你豆油锅是徛伫倒？哦，想啊，遮整齐着啊！你一家人来甲你煮饭哦。啊，伫遮啦！哎，我甲你顾一工尔哦。你讲的其实我是今仔日参加。钱啊，迄箍照四顿交我卤，啊，我袂记嘛，变会记的啊啦。是哦，遐鲁小。啊。你唔困早来才出去啊？我困袂去。你先伫遮哈，啊要唱啥你家己紧哈。莫哭伫遮啊，我慢慢去做工课哦。哦，乖。安娜，你要听我唱歌啊？ 来来，要唱啥？银啊记银困，一暝大一寸。 银啊银银相。
今日心风寒。摩天新闻放是他吧？长得像啊，照片上是吧？看起来是啊。夸小。不好意思，睡合照。哎，什么情形？对我行。哎，我还记得。来去倒，对我行就对啊。紧。你毋是爱起味起来？歹势，你爱回失礼的人毋是我。对，不可无甲你安怎？希望你等下表演煞会使，互大家知影这个事实。啊无咧，赢比赛，还是恁兜有传好有味的。像你这型的，我无咧欠啊。不可，换人啦，免互落啊。会记啊，我甲伊讲了。对我来讲，你甲腰裤甲其他的人是拢无共的，你是真正有迄个才调。我袂使害你，因为我的代志去互人换掉。我会互人换掉，无是我家己的代志。你咧，你毋上 real。你讲的啊，创作就是爱实在。毋过你甲因拢共款。是都会共款啦。你敢有对不起腰裤？无。这是不可讲的，还是公司爱你讲的？你若好讲，就会使过关。无，你就一世人通添酒啦。哦，加班咧咸笃笃，想买？你轮去安尼，我袂买啊，我知我无食过。这不要紧啊。嘿啊。哦，够歹食啊，实在是。
你确定呢？这感情是你要爱的？欢迎回到超音速时代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很多强劲的挑战者。TT 老师、婉琼老师有什么想要对接下来的参赛者说的吗？我还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婉琼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挑战者3号小能。种种落雪景致，我看天顶算时间，算到暝尾时，是啥物代志？ 予你袂记你爱转来，迄阵代志，予你看甲目睭金起。 一定爱求阮你，安尼我才袂困去。毋望我是你，犹原春天毋免醒。是啥物代志？ 予你袂记你爱转来，迄阵代志，予你看甲目睭金起。 予
哇哇哇！让我们谢谢小南带来的精彩表演。 安尼嘞，免用。你来用，你来用，看我爱你用啊，你较悬。我无爱啦，你来用啦，看我看无啦。讲伊无爱啦，弄鬼啊。凊彩安尼就好。安尼袂知道。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给我上康家。七七八八。哎呀，去大家讲嘞。哎，印象好这样好。来，印象好未？这场。好啊。对哦。麻吉哦。很强。会讲吗？喂。你阿伯啊，来啊，麻吉哦。麻吉哦。我真想无呢。那透早起来，雄雄摇着好气，早知影就甲地卖卖掉。像，阿公咯。对。用啊。不会挖粮啊。啊，无咱要对行。啊，无要卖地就煞煞去啊，搁开什么 live house？你开 live house 无人会来啦。应该开一个夜店。什么夜店？南模会馆哦。喂。等恁阿嬷啦。得。啊，无啦无啦。夜店有听过无？哦，夜店哈。喂，哎，爸爸，开始听。好，插小伊哦。咱就是Oasis。烂。Oasis 啥？Oasis。哦，Oasis。Oasis。好。会跟我告妹呢。不可啊！你不可。哎。可啊！快巧啊！快巧紧啊！无我来看。去。安娜，无在走。想讲，台北乱糟糟的，来恁遮度假去。啊恁，我哩阿歌写出来，你敢要听？公司有互你出迄条歌吗？我甲你册啊！我敢来，哼！我要来闹人，我来个电话紧紧。卖啦，白痴！好啊，行。人诶，啊，叫人来啊！小姐啊，处理小姐啊！干你啊！好啊，加加你是咧加啥？该小姐啊，叫人来啊！报告，报告。扛来啊！公家袂伫遮是穿啥物款啊？哈！扛来，搁看。
这啥？我的新歌。